好，这个人大家拢真注意这个青年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毋过民间团体诉求的青年基本法到今是犹阁无啥进度的。昨就有青年团体伫立法院来举办青年模拟质询的座谈会，邀请立委来互青年质询，角色颠倒变，大家是做伙来讨论公共议题。 能不能请委员就是针对教育部进行修正这样子？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因为立委普通时啊，拢在质询官员，即马变做互人质询的人。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几年受到关注，但因为青年基本法也未定定，侪甲青年相关的议题甲事务，青年拢无法定的管道去表达意见。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拜三伫立法院举办青年模拟质询座谈会，邀请立委来互青年质询，讨论青年相关的议题。 青年基本法，我们在修法讨论的时候，有国民党委员他们那边提案可能是从15岁开始，那从民党委员这边提案可能从18岁开始。那我们是不是未来要去讨论一个更适切的年龄？虽然我的版本是希望18到35，可是公听会说有蛮多人希望是从15岁起始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参酌就是盘点一下其他相关的法规。我想要询问委员，您是否支持大专院校设立心理健康假呢？ 我个人非常骄傲的跟您宣布，约莫是10几年前，我就自行宣布我们家是有心理假的，所以我当然支持大学端的心理假。主办单位讲，这个活动是透过网络号召有兴趣的青年自发性来参加，影响出少年因质询起来拢真有办势，互人看到青年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甲提出问题的能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赶紧订定青年基本法，由法院互中央甲地方制定政策的时阵，也有少年人的声音。 所以我们也希望第一个就是让这样的青年事务的这样咨询委员的设计可以法制化，各地的政府在政府的层级里面也应该有青年事务的单位，那这样的单位也应该要在中央有一个母法来定，也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定在未来的青年基本法里面。另外，主办单位嘛讲，目前第一场干那民进党来参加，因也咧陆续邀请无共党派的立委来参与，因望所有的党派拢会当做伙来听青年的心声。记者柯川、柯明在台北报道。